地方的消息来看，桃园的白镇又个传出讲建商施工害到地基漏气的事情，有受灾户出面指控，讲黄庭建商施工造成附近的18户人家厝出气，要求政府爱协助因讨公道。黑心建商，还我家园！桃园平镇十几位民众13早起伫咧建地头前扭白布条，指讲无良心的建商施工造成附近的地基乌空去，18户的厝拢厝歪去，并逼船太路也逼开，建商一直拢无出面解决处理，民众感到真无奈。都一个手都可以伸进去，一直倾斜，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，都一直没改善，然后房子都一直下陷。房屋一直倾斜，我们每天过着心惊胆跳的日子，要造成到误导人命关天之后才要来处理吗？被指控的黄庭建设计划要起地面7层、地下1层的一合主体，108年乌地下室，造成附近的厝受损。监管处伫会勘了判定是属于施工损害，并且列管。伫去年，国再派土木技师办侵开挖损检，国再要求建商积极处理。那接下来的协调，他们一直都不承诺修复。那到现在5年了，每一户的受灾状况都是逐步的扩大。本处将于近日再度派员去工地稽查，确认损坏是否有持续扩大，甚至有无影响公共安全之疑虑。监管处讲，若情形继续扩大，或者是影响到公共安全，监管处会立令停工。因为建商一直想要把基地附近的主体拢买起来，针对建商造成的损害拢无想要补强。民众质疑建商是恶意想要让财损继续扩大，造成遗留，达到收买目的。议员建议监管处爱加强稽查，扩大检视无良心的建商其他的工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